跟住交俾天文台科學主任講天氣。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呢一節嘅天氣報告，我係張佳俊。一股達強風程度嘅東北季候風，即係為華南地區帶來一啲普遍晴朗啦同埋乾燥嘅天氣。而受落佢影響啦，香港今朝早嘅相對濕度啦都普遍嚟到40%-50%左右㗎。咁所以啦，都喺度提提大家，強烈季候風信號啦同埋紅色火災危險警告啦，而家仍正生效㗎。咁所以大家外出嘅時候咧，都要記住留意火種啦。咁另一方面咧，睇大範圍嘅衛星雲圖，我哋可以見到啦，喺華南地區嘅雲量啦都唔算好多啊。咁所以我哋預計咧，今日嘅天色咧都係會非常之好㗎。而嚟到朝頭早6點鐘，睇睇各區氣温啊，普遍咧都係介乎喺19啦至到21度左右。咁而至於之後嘅天氣啦，我哋預計受到東北季候風啦同埋佢嘅補充嘅持續影響之下啦，呢個星期嘅中到後期啦，華南地區嘅天氣啦都係普遍晴朗啦，非常之乾燥。朝頭早啦，天氣會清涼，日夜温差啦都會比較大㗎。咁所以大家咧都要記住注意保暖啦。咁至於今日嘅詳細天氣預測啦，會係天晴啦，同埋非常乾燥㗎。最高氣温咧日間會上到25度左右。至於風方面咧，吹和緩至清勁嘅北至東北風，初時離岸同高地啦係會吹強風㗎。至於展望方面啦，我哋預計咧呢個星期啦係會持續天晴啦，同埋乾燥。朝頭早啦天氣清涼，日夜温差頗大。而去到下週初期啦，雲量啦會增多㗎。咁今次嘅天氣報告咧就講到嚟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再見。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今日上晝健康風險預測，一般監測站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低至中嘅水平。睇埋分區氣温。